啊？远足不是人到就好了吗？还要带什么东西呀？萌萌小蜜，你们在聊什么啊？彤彤姐姐，我们在讨论明天远足要带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远足啊，远足一定要带翕相機照相机，这样子就可以把美丽的风景翕相照相起来，当做纪念哦。对耶，这样我可以跟隔壁班的小蜜拍照了。那除了相机，还要准备什么呢？彤彤姐姐。哦，我通常还会再准备一些朗达，这样子就可以在车上一边吃一边看风景啊，好甜哦！彤彤姐姐，朗达是什么啊？朗达就是零食。对耶，我竟然忘了最重要的零食！我要赶快去准备了。小蜜，你等等我也要一起去买。拜拜。祝你们远足愉快哦！张耳亮，翕相機照相機，翕相機照相機。哇，这台翕相機好漂亮哦，是谁的啊？是我的。翕相照相，翕相照相。默默，你赶快摆个 pose， 我来帮你翕相。朗达零食，朗达零食。彤彤姐姐，你有准备吃的东西去旅游吗？当然啦，我准备了好多朗达，准备在车上吃。翕相機，翕相朗達，小朋友记住了吗？哈克拉拉，下次再见喽。